話說我有一睇緊 YouTube 啦，跟住叫做 Joseph Shin。If you don't know 佢係嗰啲做 gym YouTuber，跟住係超大隻、超瘦、超級型。咁我嗰陣時見到佢咧，係真係 O 晒嘴，真係 Oh my fucking god，係 shredded。跟住之後我望下自己，我發覺點解好似肥咗嘅？即係以前啲車胎唔喺度嘅喎。咁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食極唔肥嘅人嚟嘅，即係不嬲都係排骨仔，成個火柴人咁樣。直到去到前年要考 DSE 之後就冇返學，就成日坐喺屋企，咁話咧就越食越肥啦。再考多年 DSE 又 retake 多年，之後再食肥啲，我接受唔到咯。所以我決定今個月開始進行我人生第一次嘅減肥，再加上咗1-2個月就夏天，咁咪啱好。咁睇下 Day One 嘅狀況啦。講真係 absolute dog shit， 係唔肥唔瘦，兩頭唔到岸，中中挺挺咁樣，又唔係肥到可以話大嚿，但係又唔係瘦到好型6嚿腹肌咁樣，即係得嗰2個腹肌咁樣，有時睇唔到就睇到。我而家係1個月後拍呢條片啦，我而家睇翻係真係唔撚掂咯，真係成篤屎咁樣。即係我諗住個個話減肥嘅時候就好辛苦啊，好攰啊，好肚餓啊，好想食嘢啊。只不過我覺得就係、我覺得真係冇難度咯。其實第一個星期都冇乜嘢，我覺得係超級輕鬆咯。就係食少啲之後喐多啲。咁我本身個計劃就係夜晚嗰餐食少2碗飯，之後再加行半個鐘機。其實係冇嘢，係勁少嘢，係超到爆炸。因為我一直覺得其實減肥好簡單咯。總之就係 calories in 少過 calories out，咁你就會減到肥咯。就係啲好簡單嘅數學加減數咯。Hello， 今日係5月15號。5月15號已經係 halfway 啦。係真係瘦咗嘅，係有啲分別。最明顯就係我二頭同前膊嗰個位嗰條青筋咧，以前係消失咗嘅，而家係出翻嚟。但係如果望下我肚腩嗰個位嘅脂肪，其實感覺上都差唔多。其實我都預咗㗎，因為如果我想減到我想像中咁瘦咧，係應該唔止1% 體脂咯，可能係2%。咁而家當然唔夠啦，一晚即係。所以我諗住食量唔變嘅，但係行機咧將會由而家嘅半個鐘1日去到1個鐘1日，which 應該就差好遠嘅。去到第2個星期我都覺得望落係冇乜太大分別嘅，即係會肚餓咗少少咯。去到呢個時候個 difficulty 大概係2到3分咯，over 10。即係我覺得係仲係覺得完全冇難度，係甚至覺得係可以加強啲咯，即係加快進度咯。咁所以我嗰陣諗住就係再睇多1個星期先咯。如果真係覺得進度太慢嘅，咁咪再提升下強度咪得咯。今日係5月23，唉，即係得返1個星期咋。本身上個星期喺度話咩要做咩話？要咩行1個鐘機，之後再就會 cut 多啲，跟住就會進度快啲。完全係收晒皮咯。後尾我行咗1次，跟住之後嗰日咧我就病咗咯。之後就病到去前日先好返，即係病咗成4-5日咯。得返1個星期係我 feel 到係真係大領落咯，即係我係冇諗過會病咗足足1個星期咯。我係足足冇咗1/4嘅時間咯，即係有瘦到嘅。Overall 呢3個星期，即係啲線條係明顯咗嘅，但係進度係實在太過落後咯。所以我最尾1個星期我真係 lock in。呢最尾1個星期係真係先認真嚟了，係
好肚餓咯，即係我平時嘅正常食嘅一餐飯，我就將佢減到得半餐。跟住我甚至係開始 crave 一啲平時係都唔會想食嘅嘢咯，即係咩撈麵啊、雪糕啊、麥當勞啊、蛋糕啊。跟住我係甚至開始飲 Coke Zero 啊！我終於明點解啲人話零糖嘢飲減肥咁重要。當你成日除咗支 protein shake 都冇食過啲任何甜嘅嘢嘅時候，就算係食啲代糖啊，即係我感覺已經係好正咯。仲有1個星期衝刺，就要睇下我盡力可以做到幾多。第一樣就係 diet over cardio。減肥嘅時候通常有2個方向嘅，首先就係節食啦，第二就係做運動。你會寧願食少1碗飯啦，定係行多半個鐘機咧？咁如果俾我嚟揀咧，我一定寧願食少啲嘢，好過行多1個鐘機。即係你可以用你嘅 cardio 去抵消翻你嗰日食過嘅嘢，但係你去到某個位就真係太辛苦咯。其實如果你冇一啲不停食嘢嘅習慣咧，節食係絕對容易過你去做運動咯。第二樣 track your calories。我本身頭1-2個星期諗住可以靠 feel 去節食啦，即係我 feel 到差唔多飽，咁咪停咯。即係唔好食太飽，咁我就咪會自動食少咗嘢咯。好多人話自己減肥，咁我問佢啊，你點樣減肥啊？跟住佢咪話：哦，我食少咗嘢咯咁樣。好多時候呢樣嘢其實係自己呃緊自己咯。你到時都會肚餓到唔覺意食翻自己冇食嘅 calories 咯。我覺得唔一定要去到好仔細，即係用埋 MyFitnessPal Macro Factor 去磅晒重之後入晒部手機度逐樣計，唔使去到咁仔細。但係至少你有個 concept 去知道自己大概食咗幾多嘢咯。所以必須要記住，如果你要減肥咧，你就一定要睇住自己食緊啲咩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都唔拉係減緊肥，你只不過喺度自己呃緊自己。跟住之後，你可能過咗1-2個月，發覺誒點冇瘦過嘅，甚至再肥咗嘅，咁梗係啦，你都冇認真減過。